是啦，看到这台股一直起吼，一寡股民就借钱来要炒股，市场已经有4大动荡升级来到6大动荡的现象。什么叫做6大动荡呢？也就是除了用资买股、厝的贷款、车的贷款、信用贷款、股票质押，还佫加码正义或者是机会以及选择权，要拼一夜变好夜。金管会就忧心这双卡风暴重演，密切的关注这金融机构对个人厝的贷款的这个理财周转、股票质押、信用贷款金额成长的情形，加预防比率的趋势的变化。现阶段会先列入一般的金检项目，一旦发生异常或者是明显的变动，就会改列为专案的金检哦。另外，民进党台中市长的参选人何欣纯发表着3大青年新政，选举的炮火也愈来愈猛啦。伊讲到罗秀燕最近定出访欧美，伊就讲这背后意图足明显，就是要为着总统大选来铺路。另外，国民党的参选人江启臣日前提出着台中市民坐公车免费的政策，何欣纯也甲口说兼警惕，讲这根本是画唔到重点。